善良係都專統自己。三件事佛祖都勸你要心行。很多人讀佛經即記住了慈悲，忍忍普度眾生嘅，卻漏掉了佛法最核心的另一半智慧，能斷。金剛經的全稱是能斷金剛若波羅蜜經，玄奘大師特意加上能斷二字，就是要告訴世人，般若智慧唔係無底線嘅有緣，而是斬斷一切虛妄執念得嘅金剛之力嘅。真正嘅修行者從來唔係對所有人敞開，對所有是人愛嘅爛好人。佢哋心都藏着一把無形嘅金剛之刀，把刀唔係用嚟傷人，而是用嚟斬斷那些以善意為名，實質被雙方都陷入更深業障嘅糾纏。佛陀在世時針對弟子說過一句真理肉濃的話：有些緣留住是道，有些人放手才是慈悲。你以為嘅善良，好多時不過是披住慈悲外衣嘅鋼業；你以為嘅忍讓，不過是為對方惡因添柴緊。今天沒有雞湯，只有佛法你從得最深的真相。無論你有多善良，在這三件事上必須心行。心軟一次，後悔一生。第一件事，斬斷貪得無厭的索取。往世聖聖高有位名叫善明嘅喺屋企修行者，家境殷實，樂善好施，每日都會將當日收入嘅一部分攞出嚟接濟窮人，成尾個個都稱佢為活菩薩。有一天，商人拿車找上門來，說生意失敗，妻子重病，孩子嗷嗷待哺，哭得肝腸寸斷。善明沒有多想，拿出一大筆錢借給他，還額外送勉為糧。3個月後，阿妻又嚟咗，說生意周轉不靈，又借走一筆。再過3個月，阿妻第3次登門，善明忍不住問起之前的欠款，阿妻立刻沉下臉：你不是修行人嗎？修行人做乜仲同人計較錢財？善明一時語塞，又把錢俾咗佢。咁嘅循環持續了整整2年，善明嘅積蓄漸漸見大，可阿妻嘅要求卻越嚟越理直氣壯。只要善明稍有遲疑，佢就會用你根本唔係真修行嚟道德綁架。善明開始失眠，佢唔係心疼錢，而是懷疑自己係咪我唔夠善良，係咪我修行不到嘅。直到有一天，善明去聽佛陀講法，散將後鼓起勇氣說出令自己的困惑。佛陀沒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問他：如果一個人跌進泥潭，你伸手去拉他，結果他反而把你也拖了進去，你是在幫他還是在害他？善明愣住了。佛陀繼續說：你的給予起初是善因，但當你的給予讓對方以為索取是天經地義，你的每一次付出都作為他種我更深的貪念之因。他的貪因為你的軟弱而壯大他的傲慢，因為你的退讓而滋生。你以為你在度他，可你從未問過他想不想被度。你對佢嘅一再妥協，唔係慈悲係共業。呢句話似一道經裏破成了善明。佛法中嘅共業唔係一個人嘅業力，而是兩個人透過互動共同創造嘅業力方向。你嘅每一次退讓，都係同對方一起編織一張越嚟越密嘅入網，最後邊個都走唔甩。回家後，當阿車再次上門借錢時，善明平靜地說：我沒辦法再借給你了，唔係我冇能力，而是繼續咁落去對你冇好處，對我都冇好處。阿車大發雷霆，鬧佢自私冷漠假修行。但今次善明冇動搖，佢終於看清呢兩名道。每一次阿車離開嘅背影都間輕蔑，佢以為自己係救一個溺水嘅人，可嗰個人其實企喺岸上，而佢才是嗰個越陷越深嘅人。斬斷唔係放棄對方，而是停止為對方惡因添柴，才是真正嘅慈悲。第二件事，斬斷無休止的情緒消耗。往舍城還有一位名叫正念的女信眾，持戒精嚴，早晚誦經，修行比很多出家人還要認真。但他有一個話唔出口嘅煩惱，佢一個叫阿優嘅親戚，係個徹頭徹尾的情緒垃圾桶。阿優3日2頭嚟揾正念訴苦，
今日同老婆益交，聽日同鄰居鬧矛盾，後日又抱怨命運不公。每次嚟都要待上大半日，滔滔不絕地傾倒負能量，踩住正面一起陷入怨氣嘅漩渦。睇錯正面以為這是嘅善緣，是在幫助需要傾聽的人。他內心開導，甚至專門為亞優念經回向。可亞優從來冇改變，下一次來訪時帶嚟嘅成日更多嘅抱怨，更深嘅怨氣。正面嘅內心傾聽，反而整咗佢盛放負面情緒嘅重大勇氣。最令正面痛苦係每次亞優離開之後，佢要花好幾個時辰才能重新平靜。早晚霍變的心不再煙打作時，腦海裡係亞優將負大受心晒嘅面，他的內心道場開始出現裂縫。佢揾到字入面修行數10年嘅維安比優利，問係咪我修行唔夠先會俾佢影響？我係咪應該對佢更有耐心？維安比優利沒有回答，而是問：你院子裡有一口井，水清甘甜，方圓10里的人都來取水。如果有人每日往井裡倒一桶污水，你點算好？正面書把水打出來，清洗井壁，等他重新出碗清水。如果每次你啱啱清好，佢又未倒力，正面沉默了。維安比優利話：修行唔係要你變成一啖無底嘅深井，令所有人無限制地往裡面倒液。真係道場係需要守護嘅。維摩詰經講直心係道場，直心唔係現心，唔係懶慈悲，直心係對自己內心最真實狀態嘅覺知與守護。你而家嘅狀態唔係幫亞優修行，而是喺俾佢嘅煩惱成了你的煩惱，俾佢嘅業開始燃你心。一盞熄滅嘅燈，無法照亮任何人。正面方言大悟，每個後他開始減少與亞優嘅見面次數。每次亞優嚟抱怨，佢唔再陪佢尋吻，而是溫和但堅定地說：我依家需要時間修行，唔可以陪你傾太耐。亞優起初好不滿，但冇過多久，佢竟然慢慢改變了。因為他發現正面不再是那個可以無限消耗的傾聽者，他的抱怨失去了出口，不得不開啟自己面對問題。內心嘅道場唔係越開放越好，他需要門，需要守護，需要一個清醒主人。第三件事，斬斷對自己縱容。精舍入面有個後生嘅僧侶叫羅祖，出家已經2年，本該進入更深嘅禪修階段，可佢成日有各種各樣嘅理由拖延。今日腰酸，聽日，後日有師兄來訪，永遠將修行推到下個月等心情好啲。佢唔係唔想修行，而是太易對自己產生滅憫。每當他試圖坐下來面對反轉的攬頭，內心就會有個聲音說：不用那麼急，你還年輕，修行是一輩子的事，好別為難自己。然後佢就會放下經書，喺院子裡漫無目的地散步。他的師父係葉長老看在眼裡，佢一直沒有點破。直到一個雨季的傍晚，夏葉長老看見我倚坐在樓下，經書翻開了3個月，佢一頁也沒讀進去。夏葉長老走過去坐下問：你怕痛嗎？我已知，莫名其妙，誠實回答怕。點解怕？因為痛唔舒服，沒有人喜歡痛苦。夏葉長老點點頭。法華經裡有個比喻，一個孩子生了病，佢不知道自己病了，以為只是累了，拒絕喝苦藥。父親沒有強迫他，而是設法讓他自願喝下。老口，你知嗰個病嘅仔喺邊度啊？我攔低下頭冇講話。夏葉長老繼續說：你對自己的麻煩念問不是愛護，是力味。就好似父母因為唔忍心讓孩子吃苦，幫佢逃開所有困難，最後養出一個永遠無法面對風雨嘅人。你對自己也是一樣。每一次你講等下，你以為係善待自己緊，其實係喺俾嗰個眼瞓住你嘅我，則變得更好，更盡艱難行動。通光經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你而家住喺邊度？呢個問題像一根刺精準咁揭入咗羅口麻木已久嘅地方。
佢住喺舒適度，住喺我都未準備好嘅自我認知度，住喺嗰個以溫柔為名，實質逃避成長嘅幻想度。佢以為嗰個聲係保護自己，其實係牢籠。那一夜雨還在下，羅可沒有再找任何理由，展開那本課了3個月的經書，認真地讀了進去。唔係嗰個聲消失了，而是佢第一次選擇唔聽。對自己心狠，唔係自我懲罰，而是第一次真正做自己嘅主人。好多人把心狠理解成冷漠、絕情、自私，但佛法入面嘅心狠從來都唔係呢個意思。它嘅底色係清醒，係慈悲，係智慧。判斷你心狠係智慧還是冷漠，只有一個標準，你嘅出發點係乜嘢？如果係出於清明嘅覺知，看清了某段關係對雙方嘅損耗，希望彼此都能真實面對自己，就係智慧。如果係出於逃避厭倦，輕視，就係包裹住佛學唔愛意嘅冷漠。法句經開篇就話唔放逸係唔死道，放逸係死亡道。唔放逸者唔使放逸就如已死。呢度嘅唔放逸就係對3件事的警醒：唔放逸自己嘅善良，唔放逸自己嘅邊界，唔放逸自己嘅成長。從今天起，試住這樣做，面對貪得無厭的索取，先問自己3個問題。面對無休止嘅情緒消耗，每日花5到10分鐘守護自己心。面對對自己縱容，有一個極小嘅不容妥協嘅行動開始。佛陀說慈悲為懷，智慧為劍。慈悲係心嘅溫度，智慧係心嘅邊界。冇溫度嘅劍，冰冷無情；冇邊界嘅溫度，流散無力。真正嘅善良係一種選擇，唔係一種證明。你不需要用無限的退讓來證明你有愛，不需要用無限的消耗來證明你在修行。你只需要喺每一個當下清醒地問自己，今次真正對的事情係乜嘢，然後有勇氣去做它。願你手握金剛之劍，心懷慈悲之戀，既能溫柔待人，也能堅定護己。如果篇內容觸動了你，歡迎喺評論區留下願我智慧增長、慈悲有道，都將佢分享俾身邊嗰啲善良卻總係受傷嘅人。